明仔载大罢免特别投票，立法院长韩国瑜今仔是表示讲，那31席国民党的立委拢互罢掉，台湾的民主政治会变作是妖怪的失控，呼吁民众都爱投无同意罢免。台北市长蒋万安今仔早起嘛，甲国民党立委赖士葆做伙扫街，嘛表示讲，伊明仔载下晡5个要互罢免的台北市立委做伙去投票。风雨无阻，保护民主。呼吁选民伫明仔载投无同意罢免，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早起伫咧议场头前开记者会，立法院长韩国瑜甲副议长江启臣落来。权力如果没有被监督制衡，权力就会像一头怪兽，会像一个妖怪失控。那在我身旁，我们这些国民党的立法委员，31席全部被罢免掉，台湾的民主政治将会变成怪兽跟妖怪。韩国瑜讲，民主政治上基本的原则就是权力一定要制衡，掌握权力的人真容易行偏去。希望台湾的民众会让目睭闭好金，守住台北市5成立委。台北市长蒋万安规母带规囝，陪国民党立委赖士葆扫街催无同意罢免票。明天我会陪同台北市的5位立法委员投票，所以具体的时间跟行程确定以后，就会跟大家说明。呼吁大家明天一定要站出来投下不同意罢免，来终止社会持续的撕裂跟对立。民主靠制衡，制衡靠在野党啊。那你在野党力量通通没有了，那赖清德就变成金正恩了嘛。蒋万安全力协助国民党台北市立委，24暗夜到信义区，甲陈嘉欣做伙扫街拜票。盐果节时阵稍落大雨，两人穿着雨满徛伫咧车顶，支持者也热情相挺。谢谢大家，记得投票，投下不同意罢免哦。选前之夜，国民党抢着开达吉兰大道的路权，暗时将会办大型的造势活动。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来现场相挺，呼吁支持者一定要出门投无同意罢免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